2024年是神农街元宵花灯展7周年，灯笼都是由学生彩绘出来的。神农街在清朝时期是重要河港，商人往来的通道，经过100年演变后，蜕变成繁华的都市道路。白天与夜晚是截然不同的风景，街道内的老宅建筑挂上不同风格的灯笼，晚上来这边走走，更能感受浓浓的过节气氛。今年为了迎接台南400，在神农街与康乐街路口会看到红色灯笼与彩绘灯笼排成的数字400，一同庆祝这重要的历史时刻。古色古香的街弄巷道，在每年的灯节，都由学生们携手台南市文化协会与在地居民共同打造特色灯会，让神农街风貌焕然一新。在地人与外来游客都会专程去饱览一番。府城埔祭灯会今年迈向第12年，受到各地游客的喜爱，累积超过100万人次来参观，吸引不少人潮，也获媒体票选为台湾10大灯会之一。埔祭灯会从2013年举办至今，都是由庙宇及公民团体共同努力经营，才有今日丰硕成果与知名度。为响应今年台南400，有多达1800盏由民众彩绘的灯笼高挂天空。主灯金龙又有余是与艺术家弘毅合作设计，以金龙鱼为灵感，希望为大家带来拢平安、拢富贵、拢美满、拢幸福的祝福。灯会结束后，会将400颗得奖入选的灯笼移师日本展览，用文化艺术交流，振兴地方在地力量，将台南推向国际。越在地越国际，让我们用本土在地文化点亮世界。请启动！荣耀台南，台南400，2024台湾灯会在台南。
2024台湾灯会在台南，睽违16年，再次重回台南举办，以荣耀台南为主轴，规划了2大灯区，分别为高铁灯区及安平灯区。而今年为迎接台南400重要历史时刻，更是别具意义，也邀请各地游客来台南赏灯，感受府城文化魅力。安平灯区于2024年2月3日正式启灯，共规划了2大策展主题，为台南400展区与和光往事展区，由许多艺术家共同打造的作品，融入了安平地景与环境生态等元素，并有户外光影装置与当代艺术作品。台南400展区在林默娘公园、安平油气码头一带展出。台南400年积累了历史风华及文化底蕴，可以说是台湾400年的历史文化缩影。认识台湾就从台南开始。展区内可以看到台南的历史、多元文化、土地、海洋、美食等高达20件的装置艺术灯光作品，以融合与再续为发想，不同创作族群共融与文化永续的历史想象。另一边往台南运河安平港的南侧走，沿岸可以看见和光往事展区。这10组作品可以看出对于百年运河的记忆与想象，结合科技 AI 的演算，不仅让民众有视觉上的震撼，还能与游客互动，增添了科技未来感。台南400，运河100，历史孕育滋养了这些台湾艺术家丰富的创意来创作。再次欢迎大家一起来感受台南为您带来深厚朴质文化的感动。